出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啊！今仔日我会当代表中山圣医来领中间请安相时会当伫遮分享上帝话，这个对我来讲是上帝大大的恩典甲祝福。也真感谢，也当看到久久无看到的朋友黄牧师足侪原住民的牧者通过伊的脚手受到帮赞以前伫加拿大时，也有为少数的牧者伫遐读册时通过伊的帮忙，也会当完成伊的进修。伊转来了后，伊嘛继续来帮助原住民特别中山圣医未来的一个老师的进修，伊嘛是常常关心嘛。我看到伊今仔日穿即个原住民的衫我就想讲，伊比我更较原住民有点害羞，穿没有原住民的衣服我怎样真感谢伊的贴心当然感谢教会贵教会过去对教家对中山圣医的关心支持来导甲奉献，互中山圣医会当继续来造就上帝的工人。中山圣医今年的重点的工课我分做2点来伫遮做报告。第一点就是照旧年同款，就是继续的工课咱知伫花莲到台东较晚一个海边遮的教会，是大部分拢是俗世教会，有差不多30间左右的教会无牧者。为什么安尼？因为50年前设立教会伫原住民的地区是照你行路有1点钟的时候设一个教会安尼。近当然现今交通较易便，所以5分钟就会到。所以遮的俗世教会中会有义决讲会当结做伙合做伙的上好因为伊无法度聘请牧者咱知人有感情60岁以上的人对教会有一个真深的感情，特别做执事甲长老的，无爱伫因的现今的时这教会关门无印条记载伫历史上所以安尼时教会中山圣医就开始派一个研究所的学生每拜六拜日去做亲像牧师同款上课的实习的所在当时学校爱付8000、10000、12000每个月所以这嘛是真大的负担其实咱教会对这个工作有一款的感动的时奉献的时要注明是关心东台湾弱小教会安尼是好好的用这笔钱来关心在遐教会第二咱在中山市3年前综合大楼已经起好，总是学校有贷款所以继续爱现这个贷款，慢慢当关心。上好的关心就是，接触咱的朋友，还是咱的教会有去花莲游览一定爱伫中山圣医住因为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住就没有奉献的意涵到一山神学院住就有奉献的意涵来当帮忙学校，会当现这个贷款，这慢慢无论是你私人的，还是团体，还是教会的团契去花莲的时当带伫中山圣医，真好虽然设备是不知道有没有3星级中学的6呢，一定是5星级的因为那个面对就是礼堂非常棒
会当听大真的嘛是真好哦，可能会受圣灵的感动哦，充满圣灵在那里哦，嘛那会当来继续来关心。第二部分我即摆要报告就是新的曙光，就是旧年玉山城伊有开始招东南亚原住民的学生到玉山读册。旧年我有招5个，今年有6个啦。我就想讲，阮过去玉山城伊嘛是受到国外照顾美国、加拿大、澳洲原住民的原住民现今会当慢慢会当做亚洲的原住民的领导的地位，所以我想讲，通过原住民的神学、原住民的教会来分享这个亚洲的原住民。顶礼拜我带一个缅甸我讲是 Burmese Myanmar 的这个院长呢，我到南投去了，他就看到南投教会那些信徒，他们可以种那个什么高经济农作物啦，然后教会虽然人数无真济，因为缅甸迄边的朋友那牧师讲我到真细间细间就是拢200个呢，200个、300个是算袂弱势教会呢。因为我有去遐旧年7月有一个无只请我，牧师歹势，我的教会真细间呢，结果呢280个啊，现在细间就是安尼，大间的拢是千几个啦。咱伫台湾，咱这个教会讲咱教会的这个数目1200几个，咱感觉真欢喜。缅甸伊教会数是超过5500，咱的4倍有真济所以这伊就讲我会当派学生来遮去玉山城的学习，要来看原住民的部落有遐尼进步，因为信仰的元素因为神学的教育和原住民会当比缅甸的原住民较进步，所以我有即款的分享的意思，就是请因来玉山来读册。总是这个有神的，因为我要提供奖金，一年要100万慢慢有一个感动的是你就注明要奉献给东南亚原住民的奖学金，安尼是玉山会当使用这个卡片。第二，这是非常急迫性的，因为我早去应该昨暝我甲牧师有提起一个啦，因为一山神学的原住民老师到2023剩下5年我们就有5个原住民的老师要退休那这5个现在原住民没有一个正在读博士呢，所以我们也是很忧郁，就是说5年以后会不会倒退到1980年了？1980迄阵玉山城里原住民老师只有3个4个，本地老师7、8个啦。既然是原住民的城里我想大部分拢是本地的老师有点怪怪的，有点怪怪的目前本地老师有6个，目前6个，原住民老师有9个啦。所以5年了后，无老师入来就变做4个安尼。所以这是嘛是真着急的代志，嘛来关心奉献，因为照原住民的老师也是受培养的家庭背景，绝对无法度用因家己本身的钱来读册，特别出国的时候，这是非常贵的这个费用，所以嘛咱会当来关心。我甲牧师讲谢谢永福教会会当认养一个这样，认养一个，然后去培养他能够拿到博士，然后再回到一省。那永福教会就一个培养的老师在一省，安尼是上好，而且是我家己本身的要求。
我相信因长听了嘛是欢喜啦。我想这是我伫遮做安尼报告。咱所做一切，不但受到会当荣耀上帝，也会当受到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今仔日通过咱早起所读的圣经章，咱家己来想吼，咱过去所做的代志，是徛伫信仰里头所执行的工作，敢会当受到耶稣的信心。咱作说，即那个底某暗时咧找耶稣，伊找耶稣的理由是啥物？伊找耶稣的目的是啥物？圣经则无直接甲咱讲，到底伊暗时找耶稣的原因是啥物？所以呢，引起教会的牧者甲信仰家来研究，到底伊找耶稣的理由是啥物？到目前，我用两个部分来做分享。第一部分是较负面，比较负面的想法；另外一部分是较正面。较负面的想法是啥物呢？就是这尼哥底母暗时找耶稣，一定不是好意的啦。找耶稣应该光明正大，日时爱找啊，为什么暗时找伊呢？绝对是心怀不怀，心怀无好意啦。绝对是可能是要找耶稣的一个弱点然后再来控告他因为这款的立场呢，有真侪信仰家甲有遮尼讲这个地方暗示主要说，伊本来就是暗示代表黑暗的百姓代表要找一个光明的代表耶稣有个人讲，伊本来是律法主义的，所以代表摩西律法。要找上帝的代表，恩典的救恩的耶稣嘛，大家拢是徛伫较负面的立场来想，较正面的讲，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人呢，也是三合灵的代表之一人。法利赛人是三合灵的代表之一的委员咱三合灵咱知，英文叫做三黑主灵，这是做啥物呢？是做一个法官啦，法官专门审判以色列的罪。三合灵，伫罗马帝国统治的下面只有一项三合灵不能审判，是什么？死刑，判死刑伫罗马帝国统治的下面三合灵只有一项袂当做刑罚判死刑，其他拢会当。所以判下来呢，暗时就是开始研究律法所以你有一个规定讲，暗时是研究律法的时间结果呢，你个底母用这个研究律法的时间来找耶稣表示找耶稣比研究律法更加重要。这正面的想法是不简单尼哥底母晚上找耶稣是代表是非常了不起可能是空前绝后，说不定他把那么重要的研究律法的时间挪用私下拜访耶稣，这是了不起的事总是今仔日我伫遮要甲咱分享，毋是对负面还是正面的立场甲咱分享。我要用什么理由呢来说明尼哥底母暗时找耶稣，是对咱头拄所读的圣经章第2章23节到25节里面，这是主要理由啦。暗时尼哥底母找耶稣的理由，就是第2章23到25节。
这意思是什么？因为你个你有看到，若无至少伊有听过，是什么代志呢？伫耶路撒冷吼，耶稣伫耶路撒冷的时候，伊行足侪神迹，结果呢，有足侪人相信伊的名。伫24节安怎讲？总是 ，but 耶稣无法度信任这人。和本安怎讲？因为耶稣无法度相信这人，所以伊无法度将伊的全部交托这人啊。英文讲啊 ，Jesus would not trust himself to them。希腊文嘛有讲啊，伊耶稣有会必须按奥托是这样，哇！所以我都信任这人，虽然他们相信他的名，他不信任，结果发生什么代志？尼哥底母伊发现3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迄是上帝对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伊的名的一款的 promise 哦，承诺哦。这承诺是什么？第1章12节，伊讲：既然接受耶稣，既然相信耶稣伊的名的人，上帝要赏赐因一个权柄哦。这权柄是什么？食做上帝囝。总是耶稣无法度信任的是，这款的 promise 袂当用信啊，不能落实，不能应验的承诺还没有实现哦。这个 promise 哪里啊？相信耶稣伊的名，上帝要赏赐因权柄食做上帝囝。总是耶稣无信任的时候，这款的应用都无法度实现啦，无法度。所以尼哥底母哇，这害啊！这承诺上帝承诺，因为耶稣无法度信任，这款的信用无路用嘛。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咱头拄有礼拜四咱有念10条解，第3条啊。既然耶稣无法度信任这个人，因继续用耶稣的名来求的时候，耶稣无信任这个人，不信任，总是因继续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时，就变做人散称呼耶稣的名啦，犯着10条解第3条啦。跟咱中间有人欢喜哦，感谢上帝，我一日只有一遍祈祷，所以只有犯着一日一摆人散称呼耶稣的名。我认真一日10遍祈祷时，就犯罪10届10摆啦。既然耶稣有信任咱。继续用伊的名来祈祷，我们就犯了4条，接近第3条呢。所以这尼哥底母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一定要去找耶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你的名，你不信任他？不信任他们，发生了2个问题啊。我们这让每一个人，敢是尼哥底母所看到的这样人啊？咱相信耶稣的名，总是耶稣无法度信任咱。若无，咱来教会无意义啊！咱所奉献的一切，咱所做一切，拢无法度受对耶稣的信任，拢无路用啊！耶稣伊嘛无法度将伊的全部交托咱啊！所以真欢喜。尼哥底母替我们问耶稣的啦，为什么我们相信你的名？那为什么你不信任我？
所以耶稣真清楚，当尼哥底母找耶稣时，绝对毋是甲伊讨论天头死的代志，绝对无。因为对法利赛人来讲，重生是法利赛人不用的。我安怎讲？就是因为吼，这个法利赛人吼，伊是对细汉开始遵守摩西的10条诫，所以遵守摩西10条诫吼的必做是重生的意涵，重生的意涵。所以伊找耶稣了，耶稣随伊讲，你爱听头死哦，哎，我相信这尼哥底母伊会想讲，耶稣敢有读册？耶稣敢有来读咱犹太人的历史啊？这个拉比可能还不及格哦，因为尼哥底母伊知啊，应该犹太人知，法利赛人不必重生啊，因为重生就等于就是遵守10条诫命啊。总是为什么耶稣有关甲伊讲，你爱听头先？耶稣所讲的绝对毋是目前教会所讲的受洗，或是用圣灵的洗才是重生。耶稣谢数徛这立场来看，耶稣毋是讲受洗，也不是要讲圣灵的洗。耶稣要说，必须要走出因果论的信仰，因为因果论的信仰，耶稣不会信任。因果论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亲像母亲啊，甲伊的囝伫内底，母亲因为喝牛奶，所以 baby 在肚子里面喝牛奶啊，因为妈妈吸毒，所以孩子 baby 也会吸啊。因为妈妈吃牛肉，里面的孩子也是所以会这样做。所以母胎是因果论的哦，绝对不是超越因果论哦。妈妈怎么可能说因为妈妈喝牛奶，所以孩子在里面喝咖啡吗？不可能哦。所以 腹肚内的囝甲母亲是因果论的关系啦，所以耶稣我都信任这款的信仰。照保罗看法，我细汉的时，我会当受到律法因果论，因为咱讲因果论就是律法。 所摩西的律法，遵守律法，上帝处罚；违反律法，上帝审判我。所以遵守律法就是因果论嘛。所以这保罗讲的真清楚。我细汉的时候，我受到律法的指导，当我假做一个成人之后呢，我不要律法，我要耶稣嘛。这是真清楚。 所以耶稣看到这尼哥底母就是因果论的代表，相看第二章，伊安怎讲是因果论的看法。第2章讲拉比吼，我知你是对上帝来的老师，因为你所行的信者若无上帝，无人会行，因为 你所行的信者是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你是对上帝来的师傅啊。你所行的信，因为你无法度行信者，所以上帝无甲你交地的，所以你毋是对上帝来啊。这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就是代表因果论的信仰啊。亲像咧23章里。 好像23节一样啊，尼哥底母看啊，他很认同啊，认同表示伊嘛是因果论啊。有遐尼人相信你的名，啊，为什么你无法度信任你呢？第4节更是啊，更是因果论啊。因为第4章要讲，人已经那么大了，可以进入母胎再重生吗？
因果论啊，因为那么大，怎么可以再进入母胎再重新生呢？所以，这款的耶稣法度信进因果论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因果论，才可以被耶稣所信任。那怎么超越呢？当然，咱当对相反三章哦，14、15、16迄边咱当看。14安怎讲？摩西伫旷野怎样举这个蛇吼？人主也必须照安尼来收徛起吼，要互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嘛。所以这是一定爱行十字架的路啦，十字架的道路绝对不能用因果论来理解啊。咱知啊，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重大刑犯的结果啊。罪的结果是罪大恶极的结果，因为你是重刑犯，所以呢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呢没有呢，因为耶稣是义人、义人，因为耶稣是好人，他应该不能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呢，因果论伊无法度理解十字架的意义啦。因果论无法度了解为什么耶稣好人受定十字架啦，无法度理解。义人受苦吼，因果论无法度接受。你无看到讲义人受苦吼，然后伊无法度接受啦，敢有可能？好人应该是受好报啊，义人应该是受到祝福啊。啊，为什么受苦？伊拒绝来法度。世俗的人受苦，徛伫这个犯下，还是你个伫我眼中来讲哦，戆戆啦 ，stupid 啦。为什么要一直受苦干嘛？伊无法度接受啊。总是耶稣所信任的就是义人受苦，行十字架的路啦。所以，徛伫这个约翰的这个见证呢，伊非常紧，伊马上从这个约翰第4章有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啊，伊放下伊的水板，了从耶稣的救恩来传互伊的下来的人。这放下水板也是受苦的道路呢，咱知哦。伫当时犹太人的社会背景，这个妇人人吼，伊无权哦，伫厝内做决定要做什么吼。妇女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没有表决权啊。所以这个妇人人呢，伊放上伊的这个水板的时，更没有表决权啊。因为这个妇女呢，她很认真去取水啊，认真哦去舀水，然后到家里去，至少有功劳啊。所以孩子先生看了妈妈那么认真，总是会尊敬她。可是放下水板了哦，不把那个水带回家哦，结果是什么？当日这个妇女的家人一天口渴。一天会饥饿啊，没办法煮饭啊，因为没有水在家里啊。那年可能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兄弟姐妹还没那个记忆啊，像我还有记忆啊。我在原住民的地区哦，我们家里就是要每天去上学，还要去取水啊。取水了呢，我老母家一旦煮本呢，我早上没有去取水去学校就没有水，会口渴。也没饭吃啊，所以这个妇人人呢，放下水板呢，牺牲伊家己呢，行十字架的路呢，伊牺牲了后呢，为什么？就是要造就，互伊的城内人，因为耶稣的福音会当得救，
一旦得救，他可以放弃他自己一点点的权利。这是不可以的呢？安尼是耶稣才会当信任你的信仰。如果我们一直在走因果论的信仰，不要忘记了，耶稣不会信任我们的信仰，即便你是教会的长老，也不会。法律有一个老人啊，大概已经87岁，伊的大后生哦贵姓啊，比较没有人照顾，他的那个媳妇哦都不会来看他，他很可怜，所以有时候跟师母哦，有时候去访问看他，有一次哦，他就说了，牧师不要紧啦，我相信哦，我会当得救啦，我也相信哦，我伫天顶哦，我有很好的房子，是别墅型的房子在天堂。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有那个在天堂有别墅呢？你为什么遐尔确信？你伫天顶的有一个别墅的厝？伊讲，因为吼，我吼方言伫教会很多啊，这样，我班长讲准备足济啊，你南野牧师哦，阮准备教会，我常常方言班长啊。我讲有方言就算诚意啊，我伫教会嘛是常常吼，圣诞节哦那个布置啊，有时候是1000多的钱呢。我方言啊，所以我相信我伫天顶哦，一定是倍数的钱。这拢是因果论啊。耶稣我都信任才会信仰。耶稣所信任的是义人受苦。行是不假的，真的是一人真的受苦到底吗？受苦到底吗？无欢喜吗？无祝福吗？我会当用我家己的见证，甲你分享。我爸爸吼，06过身吼，又留互我8分地的山影，我非常欢喜。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哇，8分地的山影这样，所以第100这山影出场的时候呢，我拿70箱7条信哦，给北部的牧师哦，因为那时候现在我是幼管的加拿大的，所以他没有收到了，我就把所有70箱的芒果给我认识的朋友、同学这样，法律嘛，对不对？结果呢，我那个委托帮忙管理那个工人哦，牧师，别当安尼做啦，你哦，你还先卖啊，先捞回本钱啊，才安心送人家。你还没本钱收回，你还要给我钱呢。我是工人，你不要这个芒果出去了，我的钱，我的工资你要欠我呢，你要给他先卖这样，我就怀疑我，就送。结果呢，不到1个月呢，有一个对美国来的贵宾哦来学校啊，来学校访问，了后这不信台的院长哦，伊甲我讲嘿，牧师啊，卡比牧师啊，今仔你有闲无？今仔日带这个人客吼，敢会当去这个Turco Watch 哦，来看，我就说好啊，我就去了我就载他。不过这个美国来这个人客哦，他就看到我的车子哦，那个轮胎已经磨损了，他很害怕，他不敢上去。他说危险，他不敢上去。我说不要紧，有事开吼，也安全了。他做了心不安了，然后经过花莲市哦，有轮胎行哦，停下来要换轮胎啊这样。可是我没有钱啊，那怎么办？不可能要欠人家结果呢，完了以后我就自己想，我去找那个我认识的那个朋友，那边先欠一下这样，我先欠一下因为他不安心嘛，我就去那边找一个欠一下。
我就找那个比较便宜的哦。他就那个客人说还是不安心哎，他就找那个比较贵的，这米其林的。我那个4个轮胎哦，我8000块当砍就啊。他拿那个米其林就3000多块，这不是要15000吗？加倍啊，加倍就然后呢，他说一定要换这个价，然后后来说 ，Don't worry, I pay for you 这样。哇，他真的帮我付了呢，我就没有出钱了呢，我就想说应该再买更好的啊。不过我最高兴是什么呢？我要马上跟那个工人讲，我的工人啊，这个未检了，因为公司还没有还本呢，为什么要送人家呢？我要马上告诉他，你看，你华华黑黑，会用罢了，晓得，不可能是瞎人的，我这个不是计划性的呢，我没有叫那个美国那个贵宾来高山神仙呢。所以刚别人受苦，拢会受苦，会往受苦嘛？唔是呢，有时上帝安排咱哦，咱我着受下头，即款的祝福福分呢，受使咱呢，非常欢喜呢。我再见证一个啦，我在屏东市09年那时候因为地震嘛，那时候房子比较便宜哦，我就盼这个时间哦，来买便宜的房子。结果我买的房子还更加的便宜，为什么？在死巷里面呢，死巷的房子比较便宜啊，我通嘛，就买更便宜的。结果死巷以后呢，大家很方便，有客人来不方便，进去呢，他没办法转，要八股啊，所以呢，每次我的朋友来不方便。都不希望来找我，因为死巷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啊。有的房子到这边为了要占一点点的空间，把那个栏杆搭到前面呢，打得差不多弄下来能够越前面越好，那栏杆就拿到前面这样。那时候我们也学习啊，我们把栏杆搭到前面，虽然给的轮滑都在那边转只有自己的车子可以栏杆把它开，自己也当开嘛，把它弄滑动，两个弄滑动。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孙女讨论，我们把栏杆拿掉，让所有的人在这个死巷里面，也许邻居也好，让我们的停前面的房子成为倒车的地方。我孙女听了，不行啊！万一人家撞到墙壁怎么办？撞到那个庭院的那个2个柱子怎么办？每次如果下雨，那个轮胎那么脏，不要每天洗哦。我孙女嘛是开始反对不要紧，惊义人受苦牺牲一点点来方便别人。来造就别人，我们就做了。真的因为受苦吗？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们还有栏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住在花莲嘛，久久1个月、2个月回去花都死掉了，灰我每次买没有人浇可是，一开放以后呢，我的花永远不会死掉。邻居帮我浇花呢，厝边帮我浇花呢。我回去呢，不到20分钟，半个小时厝边，我说要不要吃我所煮的东西给你吃？这样不用呢。我在花莲那个隔壁她的老公不小心倒车把那个庭院的杆子撞猪都看你那户外太太。我说对不起我老公开车比较航班
撞到那个你那个庭院的柱子歪歪的这样，总是请你放心，你来的时候比原来的较好安尼。我不必担忧啊，他们帮我处理好了。牺牲受苦担当，真的永远受苦。但是当经验到，咱我都受会过的祝福，会临到我们身上。不是你用数算的，不是用算计的，不是因果论的，付出100，我得到100，不是哦，50超过呢。这是耶稣所讲的。耶稣信心的信仰，绝对是超越因果论的信仰。因果论的信仰是属于美丽的、母胎的。既然我们已经生出来了，我们的信仰就要变成是做一人受苦、安利型。耶稣在当信心上，耶稣会当从伊的全部收拾咱，伊的全部靠咱。如果他不信任，就不会了。不要说上帝了，人啊，如果你不信任他，你可以把他全部给，你可以把你的全部给他吗？你不敢呢，因为你不信任他啊。所以我们信任的人，你会把你的全部交给他。但得到耶稣的信任了后，伊所有的全部被收拾咱，全部交托给咱，这样记得。感谢通过你甲弟母的对话，互阮理解是，你无信任你甲弟母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的信仰有缘停留在因果论的信仰的基础上。主，你所欢喜是超越，行是假的路，做其人受苦的路。主叫你帮助阮会当为着别人，为着买新食，伫教会以外的百姓，我会当做小小的小牺牲，互因感觉伫主内底有上帝真大的祝福甲同在。求你祝阮每一个人，真做你受信任的信仰，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这是咱最近来吟圣诗第576首。圣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费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伊扶持。既若靠主不便疼人，徛着斑点拢袂摇动。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